第31天，手潔心清。詩篇24篇3至6節。誰能登上耶和華的山？誰能站在他的聖所中呢？就是手潔心清的人，他不傾向虛妄，起誓不懷詭詐。他必領受從耶和華來的福分，也必蒙拯救他的神稱他為義。這就是求問耶和華的那一類人，就是尋求你面的雅各。主耶穌，我嚟到你面前，求你監察我嘅生命，以潔淨嘅手同埋純潔嘅心，洗淨一切嘅驕傲、唔誠實同埋錯置嘅侍奉。當我尋求你嘅面嘅時候，我唔單止想認識你，更加渴望親近你嘅同在。願我可以領受你嘅祝福，喺你，我嘅救主裏面，揾到我嘅公義。阿門。